娘伊暗中对阮抛痴情，时常看见伊的态度已经真分明，可惜不敢提出勇气走去伊面前，强要失了好机会，愈想心愈惊。 到底阮着怎样来进行？伊日姑娘踮路边，人马驶无停。 想要对伊献出笑容，表明心欢迎。谁知忽然一个朋友走来阮面前，又搁失了好机会，心肝疼一平。到底阮着，到底阮着。 进行。伊个姑娘交袂着，问你心袂清。 伊又不知阮是一个纯情的男生，望伫伊那误会着阮对伊无爱情，才来失了好机会，做人三路用。